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今集節目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探貨計劃嘅第一擊啊！嗱，如果你唔知道乜嘢係探貨咧，係一啲都唔出奇嘅，因為呢個係我自己創造出嚟嘅新概念。咁大家應該都聽過探店㗎啦，就係咧有啲人先去一啲餐廳度光顧啦，然後將呢間餐廳嘅食物質素啊、環境啊、服務水平啊等等嘅體驗咧，去話俾大家知道。當大家都知道呢間餐廳係好㗎啦，咁你就去嘗試啦。探貨嘅原理係完全一樣嘅，就係由我先去體驗一啲課程，然後再向大家匯報。咁大家喺報讀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多一份信心，少一份風險啦。目前我嘅探貨計劃咧，主要係集中喺內地嘅商業課程啊。早前咧，我就去咗廣州上堂，參加由華盛美業舉辦嘅經營與管理3日2夜嘅線下課。咁喺正式同大家做探貨報告之前咧，先同大家講解一下點解我會選擇去探呢個課程呢。大家可能未必知道，以往咧我其實喺美容院係服務過一段時間嘅。我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帶領銷售團隊跑數，而我自己本身咧亦都有針對美容院嘅銷售技巧課程嘅。咁喺呢段日子，我發現咧，其實香港喺美容行業嘅培訓咧，主要都係停留喺技術層面嘅培訓，即係教你點樣操作啲機器啦，點樣做手勢啦、手法啦等等。但係美容院嘅商業知識，例如市場策略啊、直營、加盟、連鎖各種嘅發展模式、開分店、培育店長、招聘、薪酬制度等等呢啲專業知識咧，喺香港係冇一個有規模嘅培訓機構提供一啲系統性嘅培訓嘅。但係你要知道喎，美業啊本身並唔係淨係限於美容院嘅，美甲美睫啦、頭髮啦、紋繡啦、養生啦、保健啦、醫美啦等等都係屬於美業嘅範疇。當中有老闆、有股東、有合夥人、有中層管理、有前線人員，牽涉咁大量嘅從業員，佢哋點會冇培訓嘅需要呢？所以我認為香港嘅美業喺商業培訓上面咧，應該係存在住一定嘅需求嘅。所以我就新鮮事出去內地了解下呢方面嘅課程啦。華盛美業喺內地嘅戰略定位咧，就係美業嘅商學院，佢哋嘅總部咧喺武漢，2013年成立，去到而家咧已經第12年啦。我今次參加嘅經營與管理課程咧，係佢哋入門級嘅課程。呢個課程會喺上海、北京、武漢、廣州巡迴式舉行嘅。佢針對嘅係美業嘅老闆啦、股東啦、合夥人啦、高管啦，又或者最少都係店長呢一類型嘅人員。基本上係唔適合前線人員參加嘅。因為佢哋教嘅係經營同管理，經營即係企業嘅戰略性方向啦。咁呢啲前線員工一定冇興趣㗎啦。管理所教嘅內容咧就係點樣管理前線員工，所以你叫佢嚟聽，咪即係聽你點樣管佢，咁冇必要啊。所以大家留意啊，呢個課程係唔適合前線員工參與嘅。跟住落嚟講下呢個課程嘅導師陣容啦。咁有3位老師嘅，第一位係盛老師，佢就係華盛美業嘅創辦人；另一位係風教練，佢係華盛嘅標誌性人物嚟嘅，佢係負責線上搞流量，所以你喺內地嘅短視頻平台搜尋風教練咧，都會揾到好多佢嘅影片嘅。我曾經咧甚至一度以為佢就係華盛嘅老闆啊，因為佢曝光率太高啦。第3位咧就係周老師啦，主要係教啲前線同埋團隊管理嘅。我係有少少意外，一個美業嘅培訓機構老師都係男性而唔係女性。咁當然啦，呢樣嘢就唔影響佢哋嘅專業性嘅。咁呢3位老師嘅分工咧係非常清晰嘅。盛老師作為集團嘅老闆，佢講嘅咧就係比較戰略性嘅內容嚟嘅，例如市場定位啦，你嘅企業適合揀咩城市、揀咩賽道、用咩定價、用咩裝修、做咩項目等等。又或者你應該選擇乜嘢嘅發展模式，例如開分店啊、加盟店啊、連鎖店啊等等，呢啲都係企業嘅戰略發展方向嚟嘅。所以如果你係想將你嘅企業發展到有一定規模嘅話咧，呢啲知識你係必須要具備嘅。我喺度分享一個盛老師喺課堂上面講解過嘅觀點俾大家知道啊。佢認為中國嘅美業咧，未來有幾條賽道係好有發展潛力嘅。第一係女性私密護理嘅專門店，而家好多美容院咧都會有提供相關嘅服務，但係以專門店形式出現嘅咧，暫時未有喎。佢認為呢個賽道咧，未來會有好大嘅發展空間。第二就係健康養生啦，疫情之後保健嘅意識提升咗好多啦，同時間中國亦都進入咗老齡化社會咯。呢啲因素咧都有利行業發展嘅。第三就係生髮養髮啦。根據盛老師自己嘅觀察啦，佢話而家嘅男人咧脫髮年齡咧變得越嚟越早啊，所以呢個產業咧都係好有潛力嘅。如果你都係做美業嘅話咧，可以留意下呢啲產業未來嘅發展。風教練教嘅內容咧就比較廣，佢會教你做流量啦，包括短視頻、直播、AI 數字人等等，亦都會教一啲中層嘅管理知識，例如點樣開分店啦，點樣培訓店長啦，店長嘅薪酬應該點樣設計啦，店長嘅主要職責係乜嘢啦。
而當中有一點咧，我覺得佢講得都幾好嘅，亦都打中咗好多美業創業者嘅痛點啊！就係好多美業嘅創業者咧，自己本身啊都承擔咗成間鋪頭嘅主要業績。例如你開一間美甲店，你自己一個人咧已經做咗公司50%嘅業績㗎啦。另外再請3個員工，佢哋加埋都係做一半業績嘅喎。咁呢個時候咧，老闆就會面對一個好大嘅難題。如果佢選擇減少工作量，鋪頭嘅業績立即會下跌；而如果佢選擇繼續喺度跑業績咧，佢就冇空間去做一啲發展嘅工作，員工永遠依賴佢，公司永遠做唔大。咁面對呢個難題咧，鋒教練咧就提出咗一個解決方法。佢話可以最快半年，最慢2年，幫助美業嘅老闆解放雙手，令自己咧可以真係做翻一個老闆。首先第一步，老闆自己只係做預約客戶。一開始嘅時候，每個禮拜只係開放4日嘅預約，其他時間抽翻個身出嚟做公司發展有長遠幫助嘅嘢，例如物色人才、培訓人才、尋找合作夥伴等等。而你要令到你唔做嘢嘅時候，同事們依然具有積極性咧，你就要將你自己嘅業績分出嚟，按照同事嘅業績或者客量又或者增長率去獎勵佢哋，提高佢哋工作嘅積極性。然後第二階段一個禮拜只係做3日預約，第三階段咧一個禮拜只係做2日預約。慢慢你就真係可以解放翻自己嘅時間。第3位周老師咧，感覺咧就文質彬彬一啲嘅，佢教嘅嘢咧就集中喺鋪頭裏面發生嘅事啦，例如服務啊、銷售啊等等。佢指出咗一個好重要嘅關鍵，就係美業嘅盈利咧，主要係來自客戶嘅重複購買。喺你創業嘅頭2年咧，可能你需要投放多啲資源喺搞流量上面，因為你獲取新客啊嘛。但係當你已經經歷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你嘅盈利應該係靠舊客重複購買去產生嘅，而重複購買嘅根源就係客人喺你鋪頭裏面獲得非常之好嘅體驗。所以如何提升服務水平，做好服務體驗，就成為咗美業一個生存嘅關鍵。我喺度引用周老師一句說話，我覺得非常之有啟發性。無論從事美業定係各行各業，我覺得呢句說話都值得大家記住嘅。佢話如果你嘅產品服務都係優質，而客戶係因為價錢貴而冇購買咧，佢遲早都會翻嚟。但如果你嘅服務同埋產品都係劣質，客戶純粹因為平而購買咧，佢之後就永遠都唔會再翻嚟。其實我自己都有啲類似嘅經驗，例如我買一啲拍攝器材嘅時候，一開始咧貪平啊，買啲渣啲嘅，結果出嚟嘅效果真係唔好，咁最後我又係要買翻啲大牌子。呢句説話，我覺得最大嘅啟示係咧，堅持品質就係對你企業一項長遠嘅投資。講下呢個課程一啲嘅不足之處啦。由於佢哋嘅學員咧主要都係內地人啊，所以有一啲嘢咧其實係得內地人先需要知嘅啫。我哋作為香港人咧，可能就唔係太需要知道嘅。例如佢會同你分析唔同城市嘅開店策略，因為你要知道中國地大物博，1、2、3、4、5線城市都會有唔同嘅開店策略。但係我相信香港人主要都係喺香港開店啦，地區性嘅差異咧冇咁明顯。呢方面嘅內容咧對我哋嚟講咧確實價值唔係好高嘅。另外佢哋都有教用直播去引流獲客。當然直播喺內地非常之流行啦，同時間變現嘅配套亦都非常之充足，例如網店啊、收款系統啊、售後客服啊等等，已經可以一體化喺微信裡面完成。但係喺香港，我哋仲要整合唔同嘅系統，例如直播就用 IG， 收款用 PayMe， 售後用 WhatsApp 等等。所以我哋就算學識咗成個直播嘅邏輯咧，喺香港使用依然要做翻啲比較在地化嘅微調。不過我認為，如果純粹從邏輯上、原理上，香港同內地經營美業咧係冇太大分別嘅。講到呢個課程整體嘅推薦度咧，如果5粒星係滿分咧，我會俾到4.5星嘅。首先因為佢哋真係專業，第二香港真係冇呢一類型嘅課程。所以我都幾推薦大家去上下堂嘅。經營與管理咧係入門課程嚟嘅，3日2夜嘅課程收費咧就人民幣嘅1990蚊。如果你想再進行下一階段嘅學習咧，佢哋有另外3個課程俾你選擇，分別係卓越總裁、卓越店長同埋卓越團隊課程，教授美業嘅高層、中層同埋前線各項嘅技能。上課嘅地點咧就係喺武漢嘅。卓越總裁同埋卓越店長咧就係5日4夜嘅課程，而卓越團隊咧就係3日2夜嘅。卓越總裁嘅定價咧就係中5位數啦，而卓越店長卓越團隊咧就係4位數。不過大家就算有心報名呢幾個課程都好啦，你都必須要上咗經營與管理呢個入門課先嘅。經營與管理下一次舉行嘅時間咧就係12月初喺武漢嘅。如果由香港坐高鐵過去咧，大概係要5個小時。廣州站咧就要去到2026年先會再舉行啦。暫時咧亦都未有確實日期嘅。但係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啊，經營與管理呢個課程咧係唔適合前線員工參加嘅，只係適合老闆啦、股東啦、合夥人啦、高管啦等等。最後咧，我想引用鋒教練一句令我感受好深嘅説話咧，
去為我呢個探貨報告作結嘅。佢話：當你做一件事感到好辛苦嘅時候，代表你唔擅長做呢件事。你諗翻，你做啲你擅長做嘅嘅時候咧，你一啲都唔辛苦嘅，係咪？所以如果你而家喺美業，你覺得經營得好辛苦咧，代表你並唔係好擅長經營，咁你就要諗下點樣令自己變得擅長啦。如果你身邊有一啲做美容、做美甲、美髮、美睫、紋繡、健康養生，又或者醫美等等嘅美業從業員咧，可以分享呢一條片俾佢睇下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華盛美業嘅課程咧，可以 scan 畫面上面嘅 QR code，或者喺評論區咧加我微信嘅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